好啊生活，什么是好啊生活？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平平顺顺过日子，伫生活的中间无烦无恼。生活要无烦无恼，讲是真简单，做就无遐尼容易。大省来讲，食物件就好，几落日拢食同款的物件，时间一个久，也会烦恼要食啥物。甲人的人际关系也是，有时别人所行做无合咱的意，咱就会心内无爽快。有时甚至会因为讨厌对方，犯了对方一个小动作，拢会影响咱的心情，生活也会受影响。其他连咱无法度改变的，亲像年纪一日一日增加，体力也一天一天衰微，病痛互身躯无法度照家己的意思行代志，连环境的压力，拢有可能会互咱的生活无法度好好啊过落去。会使好好啊生活，大省就爱找到咱生命的方向甲目标。马太福音6章25节讲，所以我甲恁讲，无得看虑恁的性命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，还是恁的身躯要穿什么。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娘，也恁的身躯减无较大伫衣裳嘛。咱的生活重点在伫性命的方向减有正确。若是有正确的方向，赏赐人性命的上帝，伊就要补咱需要的。因为天父上帝拢知咱的需要，人为年老，体力会渐渐衰微，会败坏的身躯也会染着病痛。人甲人中间有心思意念无同，甚至连环境拢无法度照咱的所爱，这个拢会互咱的生活受困扰。所以要会使好好啊生活，耶稣讲。所以无得看虑讲，阮要食什么，要啉什么，要穿什么，因为这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。恁的天父也知，这个拢是恁欠用的。独独大省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就这个物拢要煞互恁。马太福音6章31节到33节。